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師傅裝修師大家嚟到油塘嘅高雲苑。今次呢個單位嘅面積大概係280尺，屋主可成為2房1廳嘅。而今次呢，我係創咗現代簡約風嘅設計風格，主要利用咗深胡桃木色啦、淺灰色同埋白色嘅顏色嚟做配搭，希望營一種簡約、時尚同埋實用嘅感覺嘅。而嚟到今次嘅工程方面呢，係包括咗全屋嘅地磚、瓷磚金門、新訂做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啦，仲有包咗全屋嘅家私、水電、清潔費、假天花 LED 燈、全屋嘅油漆等等嘅，合共係242800蚊年供包費，我仲冇其他附加費用，以成為本價。而家等我嚟帶大家睇下呢個單位啊！首先我哋嚟到廚房嘅位置。我哋喺頂部嘅位置做咗2組吊櫃嘅，而今次下方嘅櫥櫃選用咗 U 型嘅設計，而石面方面選用咗黑色嘅顏色。然之後嚟到洗手間嘅位置，今次洗手間選用咗黑色嘅巴士門，今次洗手間主要選用咗灰色同埋黑色嘅瓷磚做配搭，而淋浴空間選用咗一塊玻璃嚟做分隔。而嚟到櫃身方面，我哋喺頂部做咗一個儲物櫃同埋單面鏡。廁所門隔離嘅位置呢，我哋做咗一個鞋櫃嘅。然之後嚟到大門隔離嘅位置，我哋做咗一個儲物櫃。然之後嚟到呢個位置，我哋設計咗一個電視櫃。到第一間房間嘅位置，房門我哋選用咗玻璃巴士門。房間入面呢，我哋喺頂部做咗一個吊櫃。床身嘅位置設計咗一個3尺嘅地台床。然之後嚟到第2間房間嘅位置，我哋喺床尾嘅位置整咗一個儲物櫃連衣櫃嘅，最後喺床側邊都整咗一級樓梯方便上床。